好，我哋今日要進入呢個龍蝦，睇下龍蝦。龍蝦係節肢動物門嘅甲殼綱嘅動物嚟嘅，甲殼綱動物，包括蝦蟹都係咯。哆哆哆哆哆哆哆咪咪咪咪哆，哆，哆咪哆咪嗦嗦嗦嗦哆發咪瑞，嚟，瑞嚟咪發咪嗦嗦發咪咪瑞嚟咪咪哆，哆，哆咪哆咪瑞嚟嗦嗦咪咪瑞嚟哆。哆。中國對對蝦蝦又名又明蝦，名蝦，棲息於呢淺海嘅淺海嘅沙沙底。底，睇唔睇到佢嘅一隻腳啊？好似係廿幾隻喎，其實得10隻係腳嚟嘅啫，其他嗰啲我嚟游水嘅，或者控制方向咯。海葵蝦生活喺海葵包圍嘅地方。喺海葵包圍嘅地方，海葵有毒㗎，海葵蝦。河貝蝦生活喺海底石縫中。駝背蝦個背脊拱起嘅，一般我哋就加個駝背嗰個字嚟到形容佢哋。呢隻咪叫做駝背蝦。七、十七、七、二十七、27、三十七、37、四十七、47、五十七、57、六十七、67、七十七、77、八十七、87、九十七、97、107。107啦，每個都係增加10個咁增加喎。哇！喺科尼什海岸捉到一隻一1米米長長嘅龍嘅龍蝦。蝦喎，1米長，好似3歲 BB 咁長喎，即係咁高咯。有冇咁大嘅龍蝦啊？好罕有嘅，咁呢只咪誒成為新聞咯。蝦同埋蟹都係節肢動物甲殼綱，蝦同埋蟹都有5對步足。5對步足即係10隻腳喎。睇唔睇到上邊嘅蟹啊？嗱，呢隻細掩嘅咧就叫做紅蟹，大掩嗰個就叫做黐蟹。我哋食黐蟹嗰陣時就係食多啲蟹卵咯，食紅蟹嗰時候係食多啲蟹膏，蟹嗰啲肥膏。107、97、87、77、67、七、57、57、47、47、37、37、27、17、17、17、七，7。係咪每個又係減10啊？中國後是否屬嗰甲甲殼殼類啊？佢有甲殼，但屬尖邊口綱，有講？冇搞錯啊！我見過呢啲叫做后啊，后咧其實咧就如果喺西貢啊，有時喺街市都會見到嘅，咁啊冇乜肉嘅啫，通常我嚟煲湯嘅，啲人買翻嚟煲湯咯。后支口綱而唔係甲殼綱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九乘9等於 A A 232323 B 一 B 一一一一111。一一一一。哦，咁我哋點知咧？我睇下最後邊嗰個數9981，9乘9就81，所以後邊最後嗰個數一定係一。哦，A 定 B 咧？梗係 B 啦。果子狸跳上大鼓，咚哦，咚咚出個 出個 yes。yes 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九乘以18等於 A 222222222 B 123123123。係咪八啊？8、9係咪72啊？所以我知道尾一定係二，所以答案係222222222。哈哈哈，點解你總係啱嘅咧？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九乘以27等於 A 100101010 B 333333333。A 定 B 啊？梗係9763，係咪一定係3333333咯？係咪？哈哈哈，點解你總係啱嘅咧？又係你啱。105、110、115、120、120、125、125、130、130、135、140、145、150。150噃。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9乘以36等於 A 321、321、321，B 444、444、444。A 定 B 啊？梗係 B 啦，係咪4936？二欣，呢度個嘢喺度係咪會錄埋㗎？咁我哋睇唔到上邊啲數字。所以而家咪錄緊。係啊，呢個樹咧，係咪唔可以放咁大啊？